照顾是为要煮饭煮久一提前煮。晚饭煮早一点嘛。老福。这他穿的藏装啊，他们今天穿了那个新错穿的那个服装。哎 ，hello， 专门穿那个衣服吗？你姐姐呢？都穿的藏装，我给她收了的。哇，这么多小朋友，这两个要推，这两个要推。Hello， 这有多久啊？1天左右吧。2个了，周一啊，周一没来啊。哦，不是，今天周六啊，都是限行嘛，对，星期5。豆腐，八筒回来了。永贞，这个是吴家墨穿长衣服的一个，那边是玲玲。扎西曲珍好久没来了，几天都消失好久了。他和周润拉姆随时在一起。周润拉姆以前也没来。前面是德昌曲珍。这是戴宗，这些又是秋吉、俄罗斯、吴军、门口，怎么了？又在贴了？怎么回事？这样子个意思。现在我试一下几个小朋友，准备了20多个，应该基本上应该可以发出去，全部发出去。这妹妹有金错，还有曲张错，小拉姆还没来呀。等会儿吧，等会儿9点8点半左右才给。这个没来，小拉姆来了，来了吧？听声音了。扎西曲珍，扎西下针，昂有针。第一个是曲张错，这4个，这2个6个。7、8、9、10、11，加上这两边2个，12、13，这几个小朋友不认识，还没来过。13，这个小朋友可以给。14个，那个还可以，那个穿防衣服的那个，这个胖妹妹也可以，之前和那个没跟他们在一起。16个，过
年就好了，因为过年过节的时候，武警还有部队的所有的就全部是荷枪实弹的在上班的，没办法，就是过年过节警备就所有的都不让请假，全部在第一线。对，部长这边可以回，但现在这段时间不行，这边随时有警察嘛，手头不行。前段时间没有警察随便回，你高度在几十米都可以回，100米都不随便回啊，不需要报备。现在就这段时间不行，这段时间有无人机，他们现场就有便衣，有警察的也守着的，不让你回。充电宝搞一下，这个上电了。现在有电，来吧。这帮不是我磨，曲段我磨，然后八堂磨，反正这个也来了。真的，还琢磨了做，参加专业比赛的，好像是第几名哦，搞忘了，现在我看到了。昨天呢，他自己开了那个，他现在不开了，准备休息一段时间。他们晚上才上班，白天得休息。就是什么蓝马厅嘛，就唱歌的那种。他现在挣不到钱，没有生意。哦，这还要给那个扎西下村买饮料了吗？这个穿着有点像走吧的穿着。
出来了，林也来了。掐着死啊 ！First time， 好难得啊！要报吗？我知道，报吗？1500嘛报，嘿嘿。第一次吧，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。拥挤基本上在这边跳好难度，一般这种应该是第一次跳卡子式。我印象中是第一次。这个评价到处丢。下次我让他们跳那个天上的仙女，看他们好像没跳过那个，经常唱他不跳，好像没有这个合唱过。有点短了，太短了，3分钟都不到。